大家平安，歹势，我的连线有小可问题。好，安平安，尼有看到吼？我说平安，有看到。好，咱未开始之前，咱先来祈祷。主必听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网络，阮搁一届来组织。阮今仔日也要对出来记第7章开始来研读来得到帮助也。阮也为着台湾即几工的政治情势来祈祷，恳求主你的公义来临到伫阮即个国家即个所在，也中共的飞机伫军事的演习为台湾也恳求你来保守阮的安全，也互野心者会当来提起阮会通伫遮来平安。来查考圣经，拢是主你的恩典，阮也献上满心的感谢。要开始进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阿门。好，来，咱要看第7章啦吼。第7章就是上帝搁一届来甲摩西甲亚伦讲话。较趣味是伫即段的中间上帝的讲话对象转对亚伦去啦吼，转对亚伦去。咱知影对第3章开始，上帝对摩西的呼召是足清楚的。第4章摩西就讲伊安尼袂晓讲话，还蛮讲话，所以上帝安尼一气之下才讲，你有一个阿兄吼，伊会当做你的先知吼。伫第7章有2个较特别的物件出来，就是讲，上帝爱亚伦去伫法老王的面头前讲话，甲行神迹奇事，这第一项。第二项，上帝伫第7章的记载，上帝叫摩西，伊讲伊甲摩西设立成做埃及法老王的上帝，这是较特殊的讲法啦吼。伫这中间当然是要爱互咱去看到讲，其实上帝一直咧往前推啦吼，一直咧往前推。当然伫迄个摩西甲亚伦迄种诶关系体制诶形成，这嘛非常重要啦吼。好，第7章其实就是对10个灾难开始啦吼。上落尾，咱会看到第一个灾难已经开始啊。我互咱的资料上尾张，迄个是还未完成的吼。我着一项一项的时阵，我会加入来互咱看吼。伫灾难甲埃及的偶像的关系迄个影响的关系我一项一项整理啦吼。所以我每一届拢会甲迄个表放伫后壁，每一届会整理一寡物件互咱安尼吼。咱今仔日所看到会较无共款吼，迄个伫记载的角度来讲吼，也会咱会当讲是10个灾难，会当讲是上帝甲偶像中间的战争吼。我特别爱就强调讲，毋是因为神中间的战争影响人类，是因为人想要瓦靠吼，瓦靠。敢若亲像咱即马台湾即个政治的情势，有人想要去瓦靠瓦靠即个红色的势力吼。但是咱知民主民主毋是安尼来的吼。所以即个法老王伊选择是要来瓦靠伊所知影的偶像，所看会到的偶像，伊所习惯的偶像。所以伫这中间，上帝一届搁一届，一届搁一届，伫迄个10个灾难的中间，咱会当看到讲，伊迄个损害的程度一直咧加深的中间啦吼。这是有伊特别的一个进程伫咧吼。嘛当然有伊记载迄个意思伫啦。其实咱嘛会当用来讲，咱人甲上帝的关系，定定嘛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咱有当时拢想要靠家己的力
靠咱家己知的力今仔日上落尾是咱会看到讲法律王伊嘛咧靠家己的力咧处理这个代志安尼好。咱直接就要伫释义内底来看到个分段当然，搁一届上帝对摩西来下命令，这是伫第7章第1节到第7节中间啦第1节到第5节就讲真清楚是甲摩西所讲的即个话上帝互伊来搁清楚来搁清楚要安怎来听探上帝的话安尼。伫咱看见上帝甲摩西的呼召的中间对伫第3章开始好啦，对伫第4章、第5章，甚至咱今仔日看到第7章，伊拢有大概拢有无共款的角度伫迄个所在伫讲啦伫咱今仔所看的经文的中间，也有伊特别的记载的角度。你看，圣经咧讲上主对摩西讲，我要互你伫埃及王的面前，亲像上帝，这是足大的无共款，我拄则提着过来就是倒转来伫迄个伦理的体制，你的阿兄阿伦要做你的代言人我命令你的，你拢着讲，你的兄哥阿伦着甲埃及王讲，这是真清楚一个咱咧讲迄个次序啦上帝所讲的话，甲摩西讲，摩西所讲的阿伦去讲这是其实伫第4章咧讲的时阵，就已经真清楚啦好，咱倒转来第一句啦互你伫法老王的面头前来亲像上帝安尼当然。意思就是讲，伊毋是上帝，但是亲像上帝，或者是讲，伊就是代表上帝，伊就代表上帝。看到这个法老王看到摩西，听到摩西的话，就好那真亲像是上帝亲自咧甲伊讲话啦这若咱倒转来用现代基督徒的教导来讲。就亲像新的改变共款，耶稣讲：恁若彼此相听，众人要对恁安尼相听，安知影恁是我的学生。迄个意思就是讲，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就代表着基督啦共款摩西去甲法老讲的时阵，就代表上帝对这个埃及王在讲话啦用安尼的写法是较特殊啦英文的翻译讲 I've made you as a god to Pharaoh 就是讲我已经设立你做法老的上帝这对于法老来讲伊一定是袂当接受的啦因为咱知影伫多神宗教的极权体制内底，因甲皇帝当作神明的中间一个，也是讲神明的囝所以这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啦代表上帝，这是摩西的身份，甲伊受呼召的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对于法老的角度来讲，伊认为讲摩西不算什么东西啦咱伫后壁的时阵，咱就会看到伊伫咧挑战摩西所咧讲迄个上帝意思是讲伊无相信啦好，法老的上帝我拄则讲这若法老王听到一定是足生气的啦但是咱知影上帝差遣阿伦成做摩西的代言人，佮叫摩西佮叫阿伦去甲这个埃及的法老王讲话这真趣味第一届是咱看到头前的记载是摩西去甲这个法老王讲话，佮用管影去变纸，但是伫这所在是阿伦啦是阿伦，所以咱会当看伊讲，这个角度基本上是有无共款的角度嘛咧讲，就是讲到落尾
摩西甲你讲话讲袂通了，伊就退倒转来。上帝甲你讲话讲袂通，上帝就退倒转来，无去甲你讲话，找代言人甲你讲。吼，佮甲你佮毋听话的时阵，就亲像旧约甲新约中间400冬完全无有言。吼，这是安尼讲，真正咱做基督徒嘛是爱真受提醒的一个部分啦，吼。所以伫即个部分来看讲，这个征战摩西会要来赢过，因为即个摩西要成做法老的上帝。当然，这毋是一概就成的啦吼。咱知影讲，照圣经的记载，上帝温存即个法老王的心意，一改搁一改，一改搁一改吼。好，当然伫这个所在，搁真清楚咧讲到亚伦的角色啊啦吼。种亚伦成做摩西的代言人甲助手吼，助手好哪像法老王讲叫伊遐术士，你嘛用管仔变蛇共款安尼啦吼。所以你讲我甲你讲的话，你拢着讲。当然，对啥物人讲，是对亚伦讲，还是对法老王讲？其实这无介重要。最重要是讲，上帝交代摩西的话，伊拢爱照讲。透过亚伦甲法老王讲，也是透过摩西亲自甲法老王讲，目的拢是要传达上帝的话啦吼。用调讲用安尼问题，咱去思考吼。所以，若照出来记第4章上帝的命令来看吼，摩西原本甲亚伦是要去传达上帝的话嘛吼，摩西就讲我就袂晓讲话，所以上帝就找亚伦来做伊即个传话的人啦吼。所以安尼的时阵，上帝互摩西伫法老王的面头前，成做一个足清楚的代表者啦吼，代表者当然伊单搁交代亚伦去甲伊讲话，有可能就无搁亲自甲伊讲话安尼啦吼。亚伦对埃及王来讲，我拄则已经讲着，咱顶前拢看到摩西直接对埃及法老王讲话，但伫即个所在，上帝指明爱亚伦去对埃及的法老王讲话吼，完成即个。我讲拄则已经讲到即个体制吼，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亚伦是摩西的代言人，即个重要的物件啦吼。伊讲第三节讲我要让我要互吼意思讲要互即个埃及的王心意吼，前礼拜文牧长都有问即个问题啦吼。但是我想讲，即个所谓的自由心证啊，是讲自由意志的即个角度来讲，这是上帝互咱特别的恩典。但是因为有人安尼，就愈离上帝愈远啦吼。所以我有找几个经文，互咱大概知影吼。无论圣经是安怎写啦吼，就是讲是上帝互伊心意的，还是伊家己心意的，其实。心意的，就是法老王本身嘛，这咱真清楚。我也捌听人讲过，讲吼这个犹太族伟大啦吼，因为上帝互伊做牺牲啊，互伊去出卖耶稣啦，讲吼这个讲得有一点伤过离谱起来啦吼，伊无遮尔伟大啦吼。做一个背叛者，做一个无人格的人，伊无有理由啦吼，所以到尾就选择去自杀啦吼。所以伫这个中间，你看迄个记载嘛，感觉讲，好啦，耶稣恩准啊，耶稣讲你要做的代志，你去做啊吼。其实这一再咧，甲咱强调，上帝虽然有绝对的权柄，但是伊犹原互咱有自由的意志，会当去做决定、做选择。吼，有人就想要讲去甲魔鬼交鬼啦吼，共款啦。法老王嘛是安尼啦吼，伊的心意其实是上帝互伊有空间，互伊有机会，互伊一改搁一改。
去学习来看见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但是因为伊有家己的能力伫个，伊有家己做王的权柄伫个，伊有后壁足济的神明偶像，互伊感觉讲这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一届搁一届安尼来伫圣经内底其实有足济甲自由意志有关系的经文啦我想咱着莫用太济时间去讲到即个部分我有甲经文整理互咱咱大家参考一下啦就是讲，咱知影上帝有绝对的权柄来但是如果咱就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去想啦如果上帝绝对的权柄，叫所有的人挖倒手柄，大家就挖倒手柄；挖正手柄就挖正手柄。那安尼时阵，基督徒就无需要去做见证，就无需要去传福音，就无需要彼此相听，因为咱就毋免安尼做啊，咱就拢是归属着上帝但是上帝无爱咱安尼啦上帝爱咱家己真清楚。然后来军队伊这个是无共款的一个物件。当然，伫即中间佫有真侪讨论，包括自由意志甲预定论啦这个中间咱会当来去思考有机会咱再佫来讲，因为这两个议题都很大啦特别是咱咧讲预定论嘛，有足侪人有误解预定论的意思啦好。其实保罗嘛真清楚讲到自由意志的观念概念啦前礼拜文博长老嘛有引罗马书的经文咧讲啦我甲遮个经文来整理出来，互咱去看。大概咱知影圣经所咧讲的角度，对第9章14节到24节，5章罗马书第1节到第5节，第7章18节到25节罗马书第8章第5节到11节，罗马书10章第9节到第10节，罗马书11章11节到24节，亲像约翰福音嘛讲嘛3章16节17节讲，这个救恩是要互既若相信伊的人，既若相信就是一个选择一个选择，有的人就无无的人就无得到永活。有的人就得到，这是选择的问题就是咱咧讲的自由意志啦罗马书14章第1节到12节，咱有机会就咱来看这个经文啦申命记30章19节咧讲到讲我今仔日来呼天唤地你来做见证，我将性命的祸福来定明伫你的面头前，所以你着爱敬选性命，互你甲你的后裔拢得到存活。所以这是上帝伫旧约的时就真清楚讲，叫以色列人民着爱选择选择这真清楚的意思啦路加福音10章42节咧讲到玛利亚，伊讲伊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啦好。所以咱看见讲上帝对摩西的命令真清楚真清楚。上帝决意要来解救以色列人，但是嘛，互以色列人来学习选择咧咱伫到尾啊讲到第10个灾难的时阵，咱就会通知影我倒转来头去先迄张图啦迄幅图是牧师画啦伫足古早我咧查出来及的是我画这个下骹这个人是埃及人啦这是犹太人、希伯来人，因选择相信摩西所传迄个上帝，因为已经袂去上帝因选择相信，所以因就安尼照伊的话来试看觅安尼，因为安尼因就来搬过迄个太大囝的灾难啦所以咱会当看伊讲，有真济的角度，就是互咱知，咱着爱来选择来赢过。摩西嘛选择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嘛上帝爱伊去行济的新约奇事来赢过法老王
互伊甲伊的遮个真济神明五常啦吼。这嘛是法老王伊咧挑战摩西的代志啦吼。上帝有讲要互伊心意啦吼，伊埃及王会无听因是，我认为是讲咧表达讲上帝知影埃及的法老王吼心的意，所以吼就无要听因的话安尼啦吼。那亲像耶稣，那记载拢讲着耶稣知影法利赛人问到因心内咧想啥共款，其实上帝拢知影每一个人吼。但是伊有缘互咱会通来即个自由来选择啦吼。所以伊伫遐无要听恁，然后上帝就爱搁加重刑罚，也是讲加重伊的新正奇事，互所代表埃及的法老王来去拄着这济的代志吼。伫即个中间，其实就是咧讲10个灾难吼，10个灾难。这个中福就头前第6章咧讲的，子民要一对一对吼，就是咧讲着照伫家族，好那亲像军队安尼吼。咱若读到出来及的路程的时阵吼，咱就会当发现讲，其实迦南人对以色列人出来及这大阵吼，拢感觉讲伊是足强的队啦吼。咱若跳较远的啦吼，跳较远的就是讲，迄个他嘛入去伫耶利哥城的时阵，迄个基路伊嘛是安尼讲啊，吼，伊就是捌听着，知影以色列人有上帝的同在吼，所以选择这个基路就选择来固守这个以色列人的坛啊，吼，互因会得到安全吼。所以，以色列人这么大阵60万的大军，200-300万人伫旷野咧行，互人的感觉就是一顿足大队的一个军队安尼吼，亲像安尼吼。所以上帝要伸手来攻击啦吼，伸手来攻击以色列的对敌就是埃及甲法老王，然后要来带领以色列人，要来拯救因吼，要来拯救因。要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啦，当然这就是上帝差派摩西的最重要的目的嘛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伫第5节上帝就讲真清楚，要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吼。埃及人就知我是上帝，吼，埃及人就知我是上帝。真正是咧讲以色列人就知。你是代表我的，我是上帝，吼，这是伫第4章第5节，吼。这咱会看无共款的这个经文吼，反正这下骹这是第7章第5节啦，吼，这改毋对，无改着吼。好，所以摩西甲亚伦的回应就是讲，当然是照上帝的吩咐去行吼。因照着埃及王讲话时阵，因两个人的年岁啦，吼。这甲救恩无关系啦吼。不过，互咱一个历史的这个年过吼，互咱大家知，咱知影亚伦比摩西大3岁吼。摩西80岁，也是讲拄开始人生的第3个坎站吼。咱就知影讲，这出埃及整个是40冬之久吼。这个前后，咱就知影讲，咱就对得起来安尼啦吼。嘿，年纪毋是遐尼重要，不过就是讲伊互咱看见安尼。怎么跳到第3了？第2吼。后来过来咱就看到第2段啦吼。第2段真特别啦吼，因为咱伫头前的时阵看到，拢是讲到摩西的管影啦吼。第4章20节讲是上帝的管影啦吼。但是伫即个所在第7章第8节到第13节咧讲到亚伦的管影。
啊，为什么安尼讲？其实就是咧，互咱倒转来伫第1节到第7节咧讲的这，特别是第1节到第5节，上帝特别交代阿伦爱去讲话，爱去代表摩西做代志。所以这个官仔上客当然是左手体嘛，吼，是左手体。啊，所以摩西伫这个伫法老王的面头前，即马的角色就已经好像跟他平起平坐了吼。拄开始的时阵是摩西家己去做代志，但是即马是阿伦咧替伊做代志，伊敢若出嘴讲话尔尔，好若是亲像一个王共款，啊，伫讲话下骹即个埃及的法老王伊叫这术士做啥物诶？术士就做代志吼，所以咱会当讲一讲。阿伦的角色甲迄个术士的角色的对比，摩西甲法老王的对比吼，这个迄个咱咧讲对称的地位吼，伫迄个所在啦吼。好，当然话佫讲倒转来，就是讲，无论是摩西举的拐啊，也是伫第4章讲上帝的拐，也是伫即段经文讲。阿伦的管其实拢共一支管啦，吼，拢共一支。较重要是讲，因为迄有上帝的权柄啦，吼。若无上帝，若毋是上帝的管，摩西举，也是阿伦举，也是术士举，拢共款，拢无效啦，吼。所以这要表达的是安尼啦，吼。第7章的第9节，哦，这法老王开始出课题啊咧，吼。埃及王，那甲因讲惊一项奇事来看卖咧吼，你着叫阿伦甲伊的管迄伫埃及王的面头前吼，管仔就会变做蛇吼，这是上帝先预言的啦吼。然后第10节，因真正入去的时阵，就真正照安尼吼，照安尼，阿伦就将这个管仔放伫咧涂骹，然后这个。伊的管仔就变成做蛇，亲像摩西拄伫旷野，甲上帝讲话时阵，上帝叫伊做的代志共款，吼。所以，互咱知影就是讲，无论是阿伦举的管仔，还是摩西举的即支管，拢是因为有上帝的旨意伫内底，有上帝的权柄甲气力伫内底。然后真趣味的就是，法老王嘛。毋认输咧吼，伫11节的时阵嘛叫伊讲有智慧的人甲法师啦吼，这个和合本的经文讲术士啦吼，法师来，因嘛是共款会将管仔变成做蛇，看起来拢无输呢吼，两个拢差不多咧吼，但是呢阿伦的管仔。吞食着这个术士的管仔咱可能会当直接去想着讲，约瑟做伫迄个解梦咧做宰相进前，甲法老王解梦有无？7只山牛食7只肥牛，吼，这牛会吞牛，吼，这稻草会吞稻草，这个管仔会吞管仔，其实咧讲着迄个。权柄啦吼，讲着上帝的能力吼，当然这个7只山牛食7只肥牛，这是咧讲着上帝互这个约瑟有智慧，会通清楚知影将来所要拄着的代志，这拢要表达上帝的权柄啦吼。伫这个阿伦的管仔吞食着术士的管仔了后，这个术士就算败啊吼，败落来啊，但是呢。法老王认为讲这是小 case 尔，一块蛋糕哈 ，piece of cake， 这不算什么啦哈，不算什么，所以伊就心更硬啦哈。可能伊嘛会讲，你会当变蛇，我的这个法师嘛会当变蛇吼。我才毋是遮尔简单的相信你咧吼，所以就照着上帝所预言的代志来发生啦吼。咱会当看见讲，倒转来看讲，对第9节上帝预言讲，法老王会甲恁挑战，行一个奇事，就是咧安那
你讲啊，你若无啥物才调啊啦，你想要来迄落来甲我谈判大概是安尼意思啦就是讲一方面挑战摩西的权柄，一方面挑战摩西所代表上帝的权柄然后伫遮咱就看着讲上帝的权柄伫即个所在就展现出来开始咧展现啦14节到25节，咧讲到上帝甲摩西讲，你着去尼罗河，因为法老王会起遐所以调工去甲炸真有可能就是摩西要搁入去，法老王毋插伊所以伊着上帝甲伊讲，伊会去遐伊的心固执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15节伊讲你着去。明仔早起，你着去尼罗河边，因为伊会去遐共款你举即支管，伊讲变做蛇的管，伫河边等伊啦河边等伊。当然，伫即段圣经无讲啥物人举管还是讲啥物人的管但是咱知影，就是拄则咱解说过无论是阿伦举的即支管还是摩西举，拢共一支。重要的是上帝的权柄啦上帝讲你着举迄支来变蛇的管所以清楚就是叫摩西来举然后就去看即个拄着即个法老然后伫迄个所在来甲伊讲话，讲希伯来的上帝派我来对你讲即过是摩西亲自去讲，摩西亲自举迄个管就互我的人民来离开啦毋过你拢毋听啦毋听所以第一个灾难开始是因为法老王毋听。那咱若照圣经的记载来看的时阵，因已经算2摆去见法老王伊拢毋听伊拢毋听。毋听的时阵，上帝只好加重啦加重伊的做法。所以伫即个所在，上帝讲，我要用什么话我要用什么话，互你知我是上帝安尼伊即个伫17节咧讲，要用管拍尼罗河的水，水就会变做火，安尼你就知我是上帝。所以伫17节的即句话。甲法老王一直咧重复者讲，我毋捌耶和华上帝，即两个话其实是咧对抗就是伫法老的人物的神明偶像中间，甲摩西的介绍的上帝即中间，伫咧车拼啦伫咧车拼18节讲河尼的鱼因为变质嘛所以河尼的鱼就会死去，水就会臭啦过来咧，水嘛袂通啉啦水嘛袂通啉。咱知影过去因的人是无有自来水的除了即个河以外，加是阁会当乌地下水安尼啦但是过去乌地下水算是较好、较科技的技术啦一般拢是用河泥的水流落来，就当才会当啉安尼所以。水变质啦水变质啦，变做死水，物件拢死去因毋通安尼，无鱼通食，阁无水通啉，无水通啉，问题较大咧无水通啉，问题较大。但是第22节的经文伫遮所讲，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因遮法术嘛会当做呢是意思就是讲。你会当安尼做，我的人嘛会当安尼做啦。迄敢有啥货？迄无啥，迄就简单的代志啦所以因为安尼，伊的心更硬啦所以咱渐渐就会当看足清楚，就是开始就是法老王伊咧挖靠伊的规律，遐个法师的规律，伊的偶像的规律，咧抵抗上帝的规律。咱倒来看头前上帝的话啦上帝的话讲，我要安怎要互河
的水变做火，安尼你就知我是上帝。然后看到法老王伊的心意，因为我的事事嘛会当做，你算什么东西？大概有即种的意思伫迄个所在过来咱去看24节，伊佫特别写着足有的所有的埃及人伫尼罗河边，拢乌窟仔找水来啉，因为河的水袂啉尽。因就乌地下水来解决河流的水袂当啉的问题，所以伊就感觉讲，摩西甲你的上帝也无偌厉害啦，这就是安尼啦当然伫这中间，咱看见讲，这个灾害呢，延续7天之久啦若像讲1天安那，因感觉好，就一下就过啊。但是停水停7天，你着爱伫厝里安尼液池着爱欠水啦，所有的鼎着爱欠水，7天才有通水啉嘛，做真无方便啦所以才会看见讲，因去乌水乌地下水要来啉，因为已经伤过济天无法度这个水一时就佫变清啊，所以7日调工就是要互伊安尼有较长的时间，互因会感觉无方便感觉真困难安尼。当然有可能这对因来讲是一个小可代志尔，所以共款法老王伊游完心意无要听摩西、亚伦也是上帝的话安尼啦我互咱的表后壁有咧讲着讲，这个代志直接是对抗着尼罗河神啦你知因伫埃及的道神宗教，基本上就是讲一个神明管一项代志尼罗河神就专门咧管尼罗河啦包括伊会淹大水无啦包括伊有淡水无啦到等等的遮就是讲水变成做火互内底鱼仔拢总无去互因啉水无方便，直接咧对抗的就是尼罗河的神明啦但是咱若照圣经所看到的，因看起来影响无大，所以因照家己的气力去解决，因就感觉讲阮的能力就会当抵挡恁的神、恁的上帝，所以这无啥物无地带啦伫所有的灾难中间，就是第一项，这是时间上久7日啦过来后壁就是2天的，有1天有3天的咱后壁再过来讲安尼啦好，今仔讲到遮，这个部分就是差不多是安尼。来，有要问的无？过来，咱要听5礼拜啦有无？所以咱若甲即个方向掠着，就是讲，伫甲法老王的谈判即个中间，就是上帝咧对抗法老的神明，也是讲上帝用权柄来甲法老讲，你挖去的遮拢无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法老反倒转来。伫用伊的神明、伊的瓦克的偶像，咧甲上帝对抗来就是即两方面啦到落尾，到伫上落尾大囝的灾难的时阵，真正开始伤着迄个法老王然后伊才改变安尼叫以色列人赶紧离开安尼大概即个方向咱掠着的。咧了解即个灾难的时阵，咱就较清楚知，较袂去造成一个误解，讲上帝干那要对埃及
的王、埃及的人民无好尔尔，啊，其实所有的人拢面对这个问题吼。搁倒来讲，就是讲，咱知影伫第3章、第4章，摩西受到上帝呼召要去埃及带以色列人出来时阵，摩西甲上帝问讲：我要安怎介绍你？所以咱知影，摩西对上帝的认捌嘛无深，以色列人嘛已经袂记得上帝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包括摩西，包括以色列人，伫埃及的以色列人，拢咧学习选择要倚靠即个传说中的上帝，包括埃及人共款。当咱有选择呢，倚靠上帝，跟对上帝行的时阵，就要得到保守。咱讲出日落雨是互歹人，啊嘛互义人呢，所以逐个人拢共款拄着迄个代志，但是呢，你有倚靠上帝的人，有得到保守大概即个概念咱若掠条的时阵，咱就对出埃及记的即个记载就较袂有误解啦嘿。老师，有头拄仔听到迄预定论我有一个想法，毋知安尼对啊毋对？来你讲。请无主甲我指教者。敢会使讲吼，就是讲上帝伊会知影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是啥。但是这依然是人的选择，毋是上帝的作为。敢会使安尼讲？毋是上帝的作为，你是咧讲倒一项物件？就是预定论。好，那我会爱安尼了解啦就是讲上帝以预定要赐下拯救，然后让所有的听到的人去选择来领受这个救恩，还是上帝的作为你若去看圣经来看包括讲互法老王硬心，圣经的写法嘛是讲上帝让他心硬，有无？所以怎么样做，对咱来讲拢是上帝的作为啦。就是讲上帝毋是有定讲你任何你袂当得救你这个陈冠宇你会当得救，毋是安尼。足侪人甲误解变做安尼啦这样就错误了，因为若安尼是咱就免传福音啦。同款啊，上帝的宽扁叫你向左向右，安尼嘛免传福音啊。这个都是错误的了解啦就是讲上帝预定要赐下拯救，但是伊有一个真重要的条件，就是你所有选择接受的人，所有选择接受的人，就必得到永生。亲像保罗伫罗马书所讲的，你只要心内相信，嘴承认，就会得救。伫约翰福音讲的是，叫所有相信伊的人会当得到永生，袂至到灭亡。这是上帝预定的一个救恩。但是我较无赞成有的人去甲解说讲，上帝就有定讲，啥物人会当得救，啥物人袂当得救。这伫无共款的时代，咱咧看预定论的时候，就会有改变伫旧约的时代，还是讲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就是这样子讲的嘛。他们的预定就是只有预定我们，没有预定外邦人这个是错误的啦就是讲，咱要安怎去了解圣经真真正正的讲法，就是讲上帝自创世开始，就要甲救恩赏赐互咱但是亚当选择去听撒旦的话，所以伊就离开上帝伊就得到处罚。就迄个开始，咱就看见人的历史中间，我们就在做荡秋千，摇来摇去，一时甲上帝足好，一时就离开上帝。这是人的伫历史的中间所犯的问题啦。我毋知影你有回答你的问题无？所以牧师的意思是讲，所谓预定的意思，就是讲预定的救恩的意思，就是预定救恩，但是没有预定对象。
没有预定什么对象。哦，对象。对对。就是 OK， 好，谢谢。对。好，还有无？好，无杨会长老，请你带阮祈祷好无？嘛，为着阮要去美国的行程来祈祷。有问题啦？好，敢有听到？有。好，咱三个祈祷。阿头阿爸爸上帝，主阮感谢你，主啊，今仔日互阮直接过来听牧师所讲的圣经的话语，主啊，求你开阮的心，互阮会当甲遮的圣经的话语拢听入阮的心内，会当行出来。虽然阮知影阮有时真软弱，毋过阮要靠主刚强。主啊，阮来求主你保守看顾牧师甲牧师娘即将要去到美国诶募款也去等于甲因的囝儿见面。主啊，阮求你保守看顾，互牧师因甲牧师娘因因去美国一切拢平安顺利，出入平安。也求主看顾因的行程一切拢有顺利。阮求主保守看顾阮在座的每一个伫每一个人的家庭，也是无论伫什物所在，拢有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身上。主啊，阮求你保守看顾，阮也求你保守看顾，阮今仔有一个好的暗暝，会当好困平安。求主来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求，阿门。嗯，好，谢谢。多谢牧师，谢谢。